我认为公平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选择的机会，那让他得以成长。那这个选择的机会，特别是它是必须要在资讯充分，而且是完整跟透明的条件下，让每一个人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说，公平贸易其实它正好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跟管道。那不管是在生产者，或者是消费者，或者说是中间的这一些供应商，每一个人其实在让这个供应链让它透明，而且可被追溯，可择性，然后都可以在这当中彼此都能够学习成长，而且得益共好的一个商业社会。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公平贸易很重要的价值。7月年是桃园杨梅的客家人。在英国特殊的时节，因为看到一张传单，点出佢对社會公義的熱情，佢開始堅定地想，按樣嘅為一個冇公平的社會做得為有意義的事情。2007年，台灣第一間擁護國際公平貿易、投簽組織認證嘅咖啡開賣嘅。雖然佢賣嘅係特惠，不過佢被包括嘅漢克多提倡公平貿易嘅觀念，就靠自家嘅熱情一路堅持到一下，持續做錯嘅事情，佢就會按你一個硬頸嘅客家子弟。本年對學生時期就開始投入社會運動，從其關心農業同環保議題。2003年喺英國攻讀環境科學嘅時節，有機會接觸到公平貿易，發現跨國企業同第三世界小農民之間嘅交易有多嚴重嘅保障問題。一切嘅開始就會來自一種下定農民協會嘅傳單。我曾經有收到這個傳單，叫做公平貿易。那張傳單，其實我看到我覺得很有趣，然後我釘在我的那個書桌前面。那我自己也只是理念上的支持，可是其實細節其實我並不清楚。然後所以說我才開始研究公平貿易。雖然認同，不過也唔係一下就全部並落去做。當時的台灣冇按到有關公平貿易嘅資訊。對英國留學轉來嘅文言，第一步就會做當道功課，還有本漢克多發言，做得接觸到按呢嘅觀念。那特別是我開始翻譯維基百科，所以我在邊研究邊翻譯。其實我也不是只研究公平貿易啊，我在研究的是其實全世界其他的，譬如說像雨林保護聯盟啊，社區支持農業。CSA 對，那其實我也都在看。接觸嘅資訊進來進到，就發現其實有當多友善農民嘅做法做得投入，公平貿易但僅係其中嘅一項。花1年嘅時間，喺青島方面做研究，還係多種多嘅分係新精神。那透明可責那它其實保障的不只是農民，那同時也保障了在這個供應鏈裡面，在這個商業系統裡面，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的權益都得到保障。這是公平貿易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個精神。那所以說也因為了解，所以說我願意想說，把這個事情給帶進來。咖啡係全世界第2大宗嘅交易商品，第2係石油。不過因為咖啡嘅價值受到市場嘅限制，第3世界農民嘅付出尚無法得到相等嘅回報，有啲人3餐都還是唔飽。一道冇公平嘅咖啡，本250萬戶種咖啡嘅農民生活到千辛苦。本年天天呢就有人開始注意到按呢嘅現象。喺1997年成立國際公平貿易認證標準。協助發展中嘅國家做得到公平嘅對待。一下有20個會員國，提供農民有一個保證足夠嘅假施，彼此給到基本嘅生存尊嚴。公平貿易嘅新思維喺國際上造成動態嘅影響。
台湾没无缺失。徐文燕就是头一个同公平贸易的概念带入台湾的人。2007年，在台北杭州南路的西巷的地背，开业一间咖啡店——生态綠。同一般的咖啡店无共用，这间店的是华文体系，已经得到国际公平贸易标籤组织认证的体系商店。咪係文燕同一路批定佢嘅保娘萬儀，共同推動公平貿易嘅體嘅議題。不過也係辛苦嘅開始。一开始真的资源很少，然后很多事情都必须得要自己去做。那包含就说好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很多人来喝咖啡，都会喜欢问什么是公平贸易啦或什么的。常常服务完客户都已经12点了，12点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开始烘豆、漂豆、包装，然后出货，然后就是解决客人的订单这些问题。所以其实创业刚开始最辛苦的是。每天都好忙，好像就是做不完的事情，很累，可是都看不到钱进来。当张开始的时间，你讲公平贸易，你都全部不了解。尤其甲外婆啊，哈，俺家舅了对啊，全部讲，体认觉读书，体读按豆数转来买咖啡，就觉得不可思议啦。不过，看到文燕成长嘅阿妹相信，新人呢总爱很大病，就可以全心支持。文燕家爸爸有很错一些创讲，用声音啊、读书啊，得也係去做那个东西哈，这个旁边啊哈，是可能啊冇干涉太多，所以我咪想，佢既然佢做嘅事情，虽然我冇了解，毕竟也唔係一種快嘅事情，我係是可能去做，因為家下佢是兩三年前啊，冇強人啊。有阿妹同保娘嘅支持，文燕還較做得堅持信念。雖然做公平貿易嘅商品千多年，從巧克力、水果、酒、藥豆超過4000人種嘅品項，不過為選擇用咖啡來當做推廣嘅產品，文燕有自家嘅想法。咖啡的入門門檻比較低，以我們當初我們的資本也沒有不多的情況之下，資源很有限的情況之下，我們能夠選的也只有咖啡。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咖啡它本身就是一個很普及性的商品，它可以接觸到的消費者也很多，啊，所以從它開始是比較容易的。為推廣一個大家較唔了解嘅理念，確實無咁簡單。本但係學環境學嘅佢，對安陽嘅經營一間咖啡廳，可能係一個動態嘅難題。不過佢有一個千無共用嘅行銷方法。第一個就是說，當然我們一剛開始做推廣啊，那我們也很尷尬，就是說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定價，啊，因為定了價格之後，消費者就會比價，這比價就是啊公平的多少錢，不公平的多少錢，我們不希望消費者去落入價格的比較，啊，那公平貿易對我們來講，更重要的是讓消費者去思考價值是什麼，啊，價格跟價值的關係。所以說，既然我們這麼矛盾，那我們就想說，乾脆不定價。店方嘅咖啡無添加，本消費者自家決定咖啡嘅價值。因為文燕同萬儀希望人客喺享受咖啡嘅同時，做得進一步思考，也比咖啡對生產者嘅意義，對公平貿易沒有很加進一步嘅關心。因為像消費者自己定價嘛，那時候其實有收過一杯咖啡給我1500塊的，那也收過一杯咖啡給我20塊的。那不過這兩種客人都後來都再也只來過一次，也沒有再來第二次，因為大部分的客人其實給的就是一個一般市場上面行情的，他可以接受我也接受的價格。
为了改变大家的观念，文言同玩意除脱开咖啡堂，和唔惊辛苦，嘛乃去演讲上课，去推广公平贸易的理念，甚至还开始培育种子讲师，向下实践公平贸易的理想。推广公平贸易的工作，恐怕按样板情谊支持。文言的经营策略，要将会透过一铺一铺的港元同大标，一项一项来实现，抗战也系事业版图。当你走进商场，就会开始接触有关公平贸易的事物。王双琴对太后时期就开始关心公平贸易的商品和落实的生活方。一下佢已引起两道真正的共识，喺台湾接触到公平贸易，也唔完全係按多好。我念的是国际关系，可是，在硕一的时候，就修了一门课叫做 CSR 企业社会责任，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公平贸易协会这边开了一个缺，这真的是很刚好，所以就刚好衔接上，所以我就离开了上一份工作，然后就觉得我该来做我想做我心目中觉得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公平贸易公司的工作，唔係從想象當中按輕鬆，愛慢耐去演講。有陣時還會聽數同事做咖啡，造福人客。佢哋嘅付出，都係希望做得本大家更加接近公平貿易。當我們需要讓大家知道，需要把這個產品賣出去之前，就是要先讓大家知道。那怎麼讓大家知道？就是推廣，所以我們才會舉辦各種講座啊，各種活動啊。然後我現在直接丟進來，然後做研磨，研磨完之後，咖啡味道就會出來，就會很清楚。咖啡研磨完，咖啡的味道就會。利用咖啡堂做推廣的場所，大家做得一片零咖啡，一片得到自信。也都用最輕鬆的方式，幫大家體會公平貿易的內容。其實我聽完這一堂課之後，其實我發現，它除了是對生產者的一種就是公平對待之外，其實也是對消費者的一種公平對待。畢竟之前的很多企業都在這些循環當中賺取了很多金錢，那公平貿易的出現是為這些農民發聲，然後也回饋他們之前所努力的付出。講座或者是任何分享，最怕就是結束了就結束了，對，結束了結束了，大家就是走了這樣子。那最希望就是大家會帶一點什麼回去，那會帶的一點什麼，就是一個思考方式也好。對啊，就是這樣子才會慢慢的有一些變化。我覺得比較核心的觀念是，第一個是要怎麼樣建構一個消費市場的一個倫理消費的觀念，消費者意識的一個改變。好，那第二個如何去建構一個透明跟可責的產銷方式，好。那我覺得公平貿易，它在過去在國外40-50年的一個經驗，它累積了非常多的know how， 那我覺得很值得帶進來台灣。除咗商經以外，還有一個什麼嘢，咪係點點嘅啲嘅為公平貿易努力。非常以張開始參與嘅原因，其實當神奇。你看起來就是一間不像咖啡店的咖啡店，然後怎麼會是我當初想象的是一間做環保的公司？然後我就想要算了，就走進去，然後坐下，然後那時候是文燕嘛，然後文燕他就問我要不要喝咖啡，然後我就好啊，然後他就煮了一杯冰拿鐵，
对，因为我其实以前不怎么喝咖啡，然后对咖啡也完全不了解。当我知道可能要来练习什么拉花啊、什么煮咖啡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对，但是聊一聊之后才知道，就是说他们是希望我做教育训练这一块。那教育训练是哪个部分？就是公平贸易跟咖啡的部分。对，那刚好这2个部分我觉得都蛮有挑战性的，所以我就接下了那个工作这样子。有啲人係對頭擺就有接觸公平貿易，咪有啲人係完全唔了解就加入嚟一個大家庭。好嘅理念係做得感通人心咩？就像係按嚟一個加入嚟青島關懷嘅理念，也係永遠唔係單唱賣咖啡嘅，佢係引入其他公平貿易嘅產品。2014年，佢開咗一間公平貿易超商。我们过去其实也都谈，只是过去我只是一间咖啡店的老板，没人要理我。当我有一间超市，听起来像超市，像个通路业者的时候，那我在谈这件事情，突然曝光度就有了。先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喊出来，很多人才突然发现说啊，原来公平贸易有这么多的商品，其实只是一个策展，被人家误以为我是个通路业者的时候，那我觉得也不错。哦，原来生态绿不是一间咖啡店，它开始要变成通路业者。那我现在要带就是大家看的就是我们台湾第一家这个公平超市。一間公平貿易超商地擺賣嘅，全部都係公平貿易嘅商品。味道就係做得本大家認識，很較多無共用種類嘅商品。不過也咪係永遠嘅行銷手法。我說它就是一剛開始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實體店面嘛。當大家不了解什麼是公平貿易的時候，那儘管說我知道我是個貿易商，我要批發東西出去，我還是要有一個實體空間跟消費者溝通。所以說它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目的，但是它不會是我終極的商業模式。對，那所以我說這個只是一個過程啊，我們是要做推廣。策略一步一步進行。2015年係生態綠重要嘅一年。永遠同萬怡嘅天攞所有店嘅關係來，同重新使到3重辦公室，專心做通路嘅經營，同強盤嘅團體出現，未真實到位。一看起來當中本人喺嘅地方，其實就係生產公平貿易嘅13體，很加係似永遠是件理想嘅夢奇體。睇一片嘅每一個人都係為到公平貿易打拼嘅一件事當嘅，佢哋會強下來打出一輛社會企業嘅氣氛好。會這樣做就是我知道它會成啊，在國外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成熟的一種商業模式。對，那台灣每天都有這麼多人出國留學啊。那回來，大家看到歐洲、看到美國他們的消費方式，就很清楚的知道它一定是個趨勢。那我今天買的菜色呢，就是有這個冬瓜蛤蜊湯、秋刀魚、青椒牛肉、空心菜跟這個番茄蛋。當日來到超市，規劃原本要做呢道料理，一個時節的晚宴，就像係一個啲屋卡負責做事的老公。不過佢嘅味道味是唔單唱係本樣嘅味甜甜，自家同事做員工餐，也係晚宴同強盤之間嘅歡樂時光。厲害啊！这间房子外表就像一栋民宅，对，所以就是有家的感觉啊。因为我比较挑食，所以怕就是自己带比较好。会偷夹几道菜吗？会。好吃。鄉下做飯，鄉下用餐，符合經濟效益又健康。溫暖的生態綠食堂，喺鄉盤之間名聲大響嘅。
上次都会记重在，没系欢迎光临咩？我来吃饱了要走，我就是那种专门来吃饭的。这是教授，对，那他专门在研究这个社会企业跟那个生态运营。为什么会喜欢来这里吃饭？因为我们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吃得安心，然后健康。可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同时用很多公平贸易的商品比如说像这里的橄榄油，然后这里的调味料。那我们吃得安心健康，可是对这个世界又有帮助。散播温暖的人，同时未会感受到温暖，大家就会同感恩强下来出力。温nhiên就是有安尼嘅力量，本一間公司大3年都充滿溫度，記到唔係一個企業，係為到一個世界努力嘅正義使者。安尼嘅理念，本温nhiên後生世界嘅好朋友加入嘅行列，向下公開一個理想。我差唔多去年8月份嘅時間就到一間公司。認識温nhiên有一段時間嘅啦，差唔多19年前就認識佢嘅。好第一佢做公平貿易部分，對佢看法了佢想法實在同贊同。比如說想做一個冇強用一般企業方式，那生態運方面來講嘅話，佢頭作為社會企業方面嘅話，譬如佢冇強用。佢對某一些東西係同執着，佢對有啲就尤其喺來對台灣對公平貿易方面同缺乏，東東唔掂嘛係公平貿易，社會企業方面同缺乏。這什麼時候烘哪天？19號。今天幾號？今天23號。雖然啲每個領域都有情有義嘅強盤，不過温nhiên一些也唔敢隨便。每一批咖啡都會親身試食，確定每時無偏差特，怎做得出貨。乜嘅事情都當生意，親身去做就會加經營原則之一。那我們每一批咖啡豆出來烘完之後呢，我們烘焙師阿志就會在這裡會杯測這杯測就是說確認說這一批的烘焙的品質風味，那是不是穩定的那是不是符合預期的？那當然，有時候我們會因為客戶的一些特殊需求，會做一些特殊的調整那我們就一起來討論說那配方跟烘焙度。對企業的經營，温nhiên知道人老人之間的溫度，就像一杯一杯小綠綠的咖啡，散發出無限的香味，一份溫暖會飄散到社會很較多的地方。以人為本，醞釀溫情，為企業企穩腳步。公平貿易的咖啡香，咪飄向庇護工廠，為弱勢族群開創另外一種公平貿易的精神。我们这边是最近才钉的，我们将来要在那边再钉一个户外的。做好的黄豆。一個係承裝公平貿易嘅實踐家，一個係建立庇護工廠嘅推手。温nhiên同戴董事長兩個親友熱情嘅人，本但唔熟識，就因為公平貿易，也係有為共同嘅理想。現在這個主要是要趕過很多的一批貨，那還有最近也有一些常客固定客。最早就是在輔大嘛，輔大他們有那個社會企業的一些聚會所以有一些 NPO 有一些社會企業然後大家就有一些聚會，然後就碰到認識。我在社福 NPO 在轉型社會企業，然後文燕這邊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倡議者，一個企業倡議對，所以其實平常過去是沒有什麼太大關聯，對，沒有太多的交集。因為社會企業才會開始，大家有一些跨界的那個，對，還有這樣的機會。那這一區是衣服。擺到滿滿嘅商品，都係社會各界揀出來嘅藝術用品。透過物品再生嘅概念，傳達嚟社會嘅精神，還提供身心障礙者很較多嘅創業機會，也係帶動這種創辦萬非遺嘅出發點。我創辦這個愛恆啟能中心的時候，我一直強調，我們用
在人生而平等的价值上去看。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老师，我们这里只有伙伴。所以我们的那个宗旨叫做陪伴他们成为社会生产者。在文言嘅熱情參與下，慢飛兒以為更加深一層嘅意義。透過公平貿易嘅方式，以加比嘅人，增加嘅身心障礙者同外界嘅互通很有參與，係嚟權利消費者同身障者之間嘅距離。就按呢，一比加比有為三分嘅關懷。台灣啊，我們怎麼樣子跟這個供應鏈哦，能夠或者我們的社會影響力哦，能夠更擴大。我們原本當然在公平貿易這個理念下面呢，其實我們的生產者是能夠得到基本的保障。可是我們也期望說，其實一個產業鏈也能夠更深入的讓每一個參與的人其實都能夠得到照顧。所以透過主任這邊的一個合作啊，我們也看到說啊，原來我們的產品哦，然後也可以讓這些生產者他們能夠參與。為到推廣公平貿易，可以一間咖啡店，要為到社會公益同咖啡店合作，對貿易上多社會資金，文言一鋪10萬港元。經過5年的努力，佢今年呢台灣公平貿易協會總算成為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底下嘅公平貿易推廣組織台灣分會。做的授權、推廣同監察公平貿易認證標籤的使用。宣傳公平貿易的一個志願者，過去那個公平貿易協會取得那個叫我們叫 FMO 哦，就是公平貿易組織的這個在台灣的行銷的分部，因為全世界目前也只有8個 FMO 啊，那我們是第8個。這期嘅推廣總算得到國際認同，文言隨時都啲嘅想運用辦事公平貿易，本韓卡多人看到，無停嘅發揮創意。非常嘅樣時，連同萬兒嘅婚禮都遷有公平貿易嘅風格。2012年5月19日係台灣第一個公平貿易婚禮。對楊梅來嘅2個有情人，喺公平貿易婚禮嘅見證下，順利公破。一對新人就喺台灣推動公平貿易運動已經10多年嘅齊文彥老葉萬兒，也唔單唱係2-3年嘅婚禮，其實咪係親友社會以下嘅一場見證。我們其實在一起也很久了嘛，然後認識也很久了，所以雙方的家長都覺得，怎麼還不結婚啦？那我們就會覺得說，如果真的要那麼不可避免的世俗的辦一場婚禮，我們會希望辦有意義的婚禮。那因為我們又是在台灣推動公平貿易的人，其實真的就是捨我其誰，好，就是說只好我們來辦一場公平貿易的婚禮，然後透過婚禮的方式把這個概念推廣出去。根本嘅文彥輕輕鬆鬆來到楊梅，一片係佢最熟悉嘅環境，更加係佢啲無限工作之外，本自家歸人嘅心靈所在。就以前我們呢，就都是這樣子走那裡嘛，就下車之後啊，然後就直接從那邊穿過去就出站。最近的話，大概1-2個月回來一次吧。那以前大概2-3個禮拜回來一次。公用嘅無限，咪做唔得甜餅貼，除一些時間轉去老屋看看嚟。就算電腦杯打餅，文彥還係提倡自家，身為客家人做唔得忘本嘅自覺。有一次我在回老家，在春天，那我看到蝴蝶在我家門口在那邊飛啊，那我就隨口就問我母親，就說：蝴蝶的客家話怎麼講？哦，因為我完全想不起來。那我母親就說：養鴨啊。那我才突然覺得說：原來客家話這麼有趣，而非常直觀有感覺的一個詞。
好像蝴蝶就是一个飞起来的叶子，对。那所以说，我想这也是当初老祖宗在跟整个大自然互动之后产生出来的一个语汇。本季秋田未定嘅活计，就是文人从小成长嘅路物。无论平常时公用嘅无限，佢大正日都会转来看阿妹。哎，欢迎！哎，第一次来我们家吗？对。哦，是哈。今本日阿妹拄好要请嘅3位朋友来到屋卡打嘴鼓。贵族嘅客家料理，除咗做太人客以外，要系文人嘅阿妹为本来嘢补充能量嘅心意。我们客家人啊，请客啊，免不了会有这个白斩鸡啊。白斩鸡都是要沾这个橘酱。我不晓得你们吃的习不习惯，你吃看看，吃看看。这橘酱。好。睇見食客家美食，見輕鬆嘅打嘴鼓嘅時節。文人同阿妹講到童年嘅事情。你做成績，他也不會說不好了，那他就是不是很認真啦。我就他爸爸就說他，你再不認真念書，正好我們樓下垃圾車來，你以後就會跟跟垃圾車那個倒垃圾的人一樣。收垃圾。收垃圾，他就說，他就回答一句，這個也是很蠻。讓我記憶深刻了。他，你們我們家倒不倒垃圾，也是總要有人去收垃圾啊。為什麼收垃圾就不好？那麼小就回答這種。對呀。對於裝備嘅選舉，總係有自家嘅主見。文人從小就懂有自家嘅想法，有常時每本屋企人無話好講。文人哈，大概讀國中嘅時節啦。當好講法啦，哦，啊近排吼在示範時節時，講學校嘅事情啊，講埋，所以發動到啦。所以叫姐姐啊，所以講啊，嘴巴閉起來吃飯啊，甚至再講啊，合起來啦，唔好按到法意思啦，哈。啊，其實人家姐姐講，嘴巴閉起來，我永遠吃飯咯。因為也愛對文人用開放式的教育，本文人做得自由的去接觸自家中意嘅事情，每本佢一下做得為到社會正義盡力嘅努力，亦都全部都會感謝阿爸對佢嘅影響。我沒去上學就直接拿假單給我爸簽，我爸什麼話也沒問就簽名了。文人的阿爸喺幾行年前因為本腦瘤過身咧。喺阿爸播片嘅過程當中，為到本期有一個做得好好清揚嘅環境，規家人就搬轉楊梅富港。阿爸過身過後，楊梅老屋萬乃都掛定阿爸嘅書法作品同相片，萬乃都做得看到阿爸嘅蹤跡。一爸爸嘅腦袋啊，快400多，所以佢。一日病暑假哈，其實在東海哈，直接坐到長庚醫院嗰度，俺其實開始照顧家爸爸，好，俺係是全部下，你去貴族撇除就係佢就該照顧啦，所以見到家爸爸係個接觸啊，哈，個了解啊，老家爸爸互動啊，哈，是對了只暑假哈，其實認識家爸爸一多啊，咁樣，而家爸爸媽媽，對文人嚟講，只暑假按照顧佢啊，也是嘛是當感動啦。我咪要問佢講，為感覺講係心肝講係無奈冇講唔會啊，所以叫爸爸夾夾好來就好咧。唔過沒因為文人親地事理，本佢特別珍惜同阿爸親密做得強下嘅時光。俺家爸爸。差唔多暑假今朝講上轉屋下啦，俺文人是老日生強家，俺佢因為俺屋下個下係個舊公寓啊，3樓啊，俺冇天台啊，冇天台，俺佢再去轉去，就樓下俺8到樓大，咁樣啦。
虽然无法度像一般人那样做得同阿爸亲密互动，文燕还是一心一意爱好好照顾阿爸。把等背叛的阿爸一步一步行入政府开路，对文燕来讲，也咪係佢一下做得对阿爸做嘅唯一贡献。不过文燕咪冇改变佢有咩嘅性格，用佢方法鼓励阿爸。俺就是拜佢老家爸讲爸爸，你家好哈，你係叫佢家好哈，我係叫佢安緊爸，我係叫路為報銷費用。看起來真堅強嘅文燕，沒有佢感性嘅一面。行到仲係細路巷，想到嘅全係頭擺嘅事情，一度都係同阿爸實行過嘅路，一下留下來嘅，未曾係幾條頭擺快樂嘅回憶。相似啲用來係客家體鄉，嗰數文燕嘅親戚，千多年都喺度附近。文燕就帶等阿妹到阿叔嘅快樂農場去行嘅。阿叔係退休嘅先生，對人生經驗佢有親切嘅體驗。從頭下跪貼嘅冇別事來修身養性。我講到文燕，阿叔其實有幾句話想愛送本佢。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啊！對這個構想哦，和努力嘅方向要有始有終。雖然像係短短嘅相處時間，不過親人之間嘅聯絡，經過大擺嘅機會，一時見來見化圈。就像阿叔對文燕嘅上等人，除咗希望做得帶本文燕無停前進嘅能量，更加係對佢關愛嘅一種表現。本文燕唔記得前進嘅路向，佢唔愛故事。今年嘅母親節對婉兒來講有很加特別嘅意義。對於自從國術到新術也愛，兩者又會邁向全新嘅人生挑戰。日文燕提早結束書行嘅石頭，同阿哥阿姐會合，共下慶祝母親節。對佢來講，規家人團契比馬嘅都很加好。節快樂！雖然媽媽是跟我們一起住，但是其實她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她也會跟媽媽聯絡。那像特殊的節日的聚餐啊，她都會主動詢問什麼時候要吃飯，然後什麼時候要聚餐。啲阿哥阿姐眼中嘅文燕，打造時期咩都有無窮樣嘅印象。你做學生人吼，就好搞讀書啊。線上是愛聲音愛怪談味啦。佢國中吼成績單嘅評語啊，線上是講吼佢動入想法嘅人啊。佢對人講實在，佢動慣性啦。佢認為係錯嘅事情，佢一定會堅持下去嘅人啦。佢讀班主嘅時節啦。佢就讀該種誒，參加該種三民主義社啊，開後該時節做環保團體嘅，做該種社運嘅，喺嗰種該下看到佢嘅個性是兩種誒，是從社會人文兩方向嘅。英國圖書專類，佢做生態綠，還是常常啲啊，係符合佢嘅個性啊，係啊。一場感染阿妹恩情嘅宴會當中，有一件很加值得加速慶祝嘅儀式，就係婉兒每位選嘅做阿妹嘅。對文燕來講，也係那麼一個考驗嘅開始。睇
聽人能破熱團節目嘅時節，萬兒已經搖身76日，不過還係寬定態度，萬耐見走。因為兩公婆無限事業，萬兒還自家去做生前檢查，可見佢哋還真見係為到公平貿易唔驚辛苦。講到兩沙體事業後嘅分工，佢哋同一般嘅兩公婆親無共樣。我們其實很少有家裡的生活，每天都在工作。我們都是那個男主內女主外啊，互相 cover。基本上公司對外的那個公關啊，然後對外的發言啊，然後去外面找資源啊，對，那都是婉如，包含出去拋頭露面去演講，然後我就負責內部的一些工作跟事務。講到對出世也生人的想象，一兩公婆還係簡單的講，四肢健全就好。只想到他長大以後幫我煮飯，只是覺得他要面對就是很多事情啦，因為我們都是比較忙的嘛。為到出世生人呢，萬兒同文燕來到和愛用品店，頭一擺愛做野外嘅兩三年，又緊張又好奇。天天點煙，見啲嘅悶悶題，我拖一台和愛推車，咩唔啲愛用嘅腳天。這個價車子還可以收嗎？那是怎麼收？車子的話，這個是目前收起來最小的，因為它的步驟比較多。那這邊就是有分1跟2的步驟，就是往內壓之後，這個又會上再刷起來。研究公平貿易都會花費1年嘅時間。對生人的照顧同使用嘅用品，兩位親屬也愛，一係想法沒冇天貼，不過還係學到當多知識。那這種的話，是它下面有個收納盒，如果不缺的話，可以放在這裡收納。要去到醫院前，我要準備什麼？就是準備這些東西。待產包。對係唔係準備好勢愛做一個阿妹咧？萬兒可能看起來有一些冇把握。不過講到教育，當然要遵守公平的精神，本身人哋做得自由選擇。我其實會帶我的小朋友了解，不只是公平貿易，就是說，還是用人類學的角度去了解這個世界。對，那至於他會選什麼，就是他自己決定嘛。但是一定要有人文素養。最快樂的事情，我永遠要做爸爸嘞。你要幫我帶孫子嗎？說在我的體能允許的範圍內，我是很樂意的。我愛的大家期望下出世，做滿一日，永遠行卡係無限次差。首先，我本身人嘅認識加速嘅準備。打招呼最好嘅方式，當然就係每一個裝備都會諗記一下。窮媽媽，但是記得講窮爸爸，愛講窮欺負人啊！我會吐訴哈，我欺負袂吐訴，嘴巴大啦哈，嘴唇鼻大，鼻子鼻孔開了，不注水了，鼻孔動人啦哈，嘴唇鼻噴啦，嘴翹啦。讓人無拄好拄到風采，不過萬一就係天錯嘅盼呢。永遠無限定交通重體，風雨無阻。做阿爸嘅見啲嘅無限，做阿媽嘅未強用。雖然萬一就有請人來做，佢還係自家同事作為幾項摘菜，促養實在嘅情友無失報。家族新成員嘅萬一慶賀，親戚朋友都來祝福。青少文人嘅阿叔未獻上嘅幾句賀詞。
我就技法值千斤、千万斤。我就是讲，你2、3、4，也声音还摆袂做放地。啊，一句就够了哈。什么？做放地哦。哎呦！新叔阿爸第一个时间始终唔得冇注意，时间到位就会为难。无限嘅文言，撒喺啲做埋嘅日，张算正经亲属味道自家嘅声音呢。我这几天也就为这第一次而已，我前几天都不在。对接触公平贸易，文言嘅努力就唔是停过，还投入所有嘅心力去经营。一下做人阿爸嘅，愛錢嘅責任，愛分擔嘅家務咩增加嘅。對投身公平貿易嘅兩公婆來講，又係一項新嘅挑戰。他也很想問我說，什麼時候可以放假？放慢腳步，調整一下，繼續往前。文言有一個動態嘅目標，睇一個艱難嘅路向，佢唔是很快。無停嘅思考，佢自己下一步，從頭開到冇時間休息。無論身體咁樣嘅好嘅人，都需要休息。假願望唔係世界和平，係做得有一個細細嘅假期。我哋會認為佢有乜嘅困難呢？不過對文言來講，每一分每一秒都做唔得停，因為一個世界還是要長期安尼有正義感嘅人為大家努力。